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昨发表多讲3钱的政策，说互部党籍的对手黄珊珊批评讲，这是在赢钱。不过黄珊珊这边嘛，因为这市政府要发660块，互这老人甲新兴中介者，互国民党批评讲是现任市长郭文哲替伊伫咧做选举。让世界的行事历有台北。 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蒋万安16发表城市创新政策。蒋万安讲，未来台北会参考美国德州 South by Southwest 活动的经验，结合音乐、电影、科技等领域，举办大型下领域的活动，吸引国际旅客来台北。有这么多的国际观光客或是专业人士、商务人士来到这个城市，带动的不止旅宿、交通、餐饮、商圈。第三，很重要。 我们要进行相关跨界、跨域的对话。在教练指导之下，体验风新术，无要互蒋万安家己出风头。民进党陈时中也伫19发表老讲3钱政策。不过说，部党籍黄珊珊认为是咧赢钱，陈时中面对质疑，讲家己的政策是伫现有的基础顶悬，搁再加强。这都是一个扎扎实实在社会目前配合相关劳动的政策，还有我们这个劳动部等等这些政策里面的一个补强的措施。所以只用形容词来批评政策，而不看政策的内容，我觉得不可取。部党籍黄珊珊早时参台北市长郭文哲出席同一场企业 ESG 活动，针对市府要发660块到敬老爱心卡，和国民党批评是为了黄珊珊选举来做拍算，黄珊珊出面赔回。很多长辈或者是我们的身障朋友没有办法出门，他的480点没有用完，是整笔预算拿出来，跟去年一模一样的是来回馈这些相关的爱心跟敬老卡，跟选举一点关系都没有。黄珊珊表示，相关事项点会期就有甲机会说明过，当时阁有人批评660块伤少，唔知为虾米即马阁颠倒头来批评。记者郭文定随正派文台北报道。